就做多久？那个肾一个肾那个是一点岁数了，所以结束那个从肝子。哦，就是肾结石吗？对，肾结石啊。哦。还有一个石头一点有的石头有，他做手术就是那小的。先练一下。怎么跳都不跳了？没练好，还没摸。我练一下。谢谢，好，快点。好久没看见你。没有关系，当你就不没事，抱歉，去。但我们不存在。先练一下。初一我们是初二。好热哟，今天晚上。昨天晚上一样
对，上次他们两个马场，他们在成都还在2000，哦，撇都撇不到，他们两个是在后面也不去了。他们2天过来。有些嘎巴亚猪跳的可以，其他的跳的不咋样，他说不熟悉。主要是他们跳的要老一点，啊，跳脑壳。那时候好像他们是哪里？丹巴嘎。丹麦那边停了，啊，对呀，是停了的。啊，风大了。咋可能风大？跟天气关系啊。不对。那边如果停了的话，你想嘛，刚停掉都可能停。就是。所以说他们几个有可能不停。其实丹巴那边很凉快。对，金津塘，对的，马塘嘛。对，yes，金津塘。那个汤有点贵哦，吃一点点就几块，10多块就不在了。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一斤，他以前我经常买。这个音质不好，感觉嘎。打不打扮都无所谓，又回去编，反正还不用。没配，我们从不配，有那个，不需要配。有原声啊？有话筒啊，是吧？效果已经很好了。你再单独配个话筒就可以。配话筒就不需要配音。你声音效果太好了，收音。我的直播。是太多东西了。
这个音质更差一些。重新找一个嘛，找个版本。放哪里？对，就放音响旁边嘛。放音响旁边就是。工作做多了，一上场就结束了。因为知道上场几点钟就结束了吧，所以好多都能够坚持到现在都是会到很熟悉的，每个人都基本认识。你和老李又没来，对。徐峥在老家了嘛？徐峥在老家。又错了，跟上。关了吧。
小胖的名字我不知道，只是叫小胖。草根小胖。哦。草根小胖。不知多少岁，反正那边刚刚修身小14岁。没人了，都走了。我嘛，小南部那些。马上还有小肠。所以这儿叫团队，搞东西叫团队。对。这叫草根小胖，年纪没稳，反正有点小，吃外卖的。你看他装扮的美团的。粉丝啊，看不出来粉丝，他在线都是粉丝。没有抖音。你就是没有粉丝那种在线的人是多少就是对啊。比较好的外卖才好用。最近没有个叫3兄弟，一个当然我还有个我们家个儿子吧，这个叫啥？江阳旺母儿，江阳旺母嘛，江阳旺母他没个儿嘛，江阳旺母是吧？他抖音上加了个儿子嘛，是吧？江二母啊，他抖音上叫江阳旺母儿，是吧？因为他肯定不会叫长浪3兄弟嘛，或者是其他的你手腕很多，以前跳，你让每天都跳。可以啊。然后这个小孩是失去的。这个发了，青梅竹马的跟谁在跳啊？
杨局长不是生鱼，哎，今天小罗咋这么安静呢？他等会儿单独调嘛？啊？他单独调嘛？火锅味道，人的味道，全是火锅。各位好，欢迎如约守候。我觉得好清晰啊！我小号在屋背头。我现在这手机都没啥拍了，手机都没拍了。大号在那边讲起来。小声点吧。全是火锅味道，火锅味道。好清晰啊！原先对啊，还没清晰，还得煮才清晰。
我要准备走了。妈，这个时间了，10:20了。还没完呢。就是这个版本太多了，连3个版本都有。